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就嚟啦，快啲為你心目中嘅候選人投票啦！投票資格，首先你必須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，通常喺香港居住且已經年滿18歲，並已登記做選民。香港立法會共有90個席位，分3種方式產生，對應唔同選民。選舉委員會界別選舉40個席位，由選委會委員投票；功能界別選舉30個席位，由對應界別嘅選民投票。地方選區選舉，亦即係我哋講嘅地區直選，共有20個席位。全香港劃分為10個區域，新界佔5個，香港島同九龍佔另外5個區域。每個選區得票最多嘅2名候選人當選，地方選民就負責投地區直選票，每名選民只能夠投1名候選人。大家屆時請投出手中寶貴嘅1票。選民喺投票日前會收到由選舉事務處發出嘅投票通知卡，得悉獲編配嘅指定投票站資料。收到後可以查閱投票站嘅位置，規劃好路線。另外，投票時要帶香港身份證或者係指定嘅替代文件。重點嚟啦！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日係12月7日，一般投票站從朝早8點半開到夜晚10點半。記得喺開放時間內去到投票站投票。希望每一位符合資格嘅朋友都能行使自己嘅權利，為香港嘅未來投出你嘅1票，一齊讓香港變得更好。